啊，拄则小美你有讲吼，其实这部电影其实是台语片，伊是要走向尾声的迄个时阵啊。咱伫前一段嘛讲到，其实台语片啊，就是起起落落，啊，甚至有一段时间伊是尾部这底片的。那危机就是转机，是后尾是安怎个，就是将这危机个变做是转机，其中的变化是啥物款呢？这就来讲到台语片哦，伊的这年产量的这变化哦，咱会当看到台语片哦，伊的这变化足奇怪，伊是伫咧1960年代的时阵哦，台语片伊的上悬的时阵，一年可以到将近120几部左右啦。啊，迄当阵是安怎台语片，佫会当来到伊的第二波高峰咧，其实嘛，唔是讲国民党政府迄当阵特别开恩哦，是迄当阵台湾的规个这经济的政策开始在改变哦，咱开始为管制经济走向这个比较开放的这个贸易政策哦，所以讲迄当阵有真侪贸易商还是代理商，它可以合法成立，像英国进口 Ilford 啦，德国进口 ECFA 底片安尼哦，所以讲迄当阵咱过去受到上侪限制，这底片解禁了哦。咱台语片就愈来愈强啊，所以讲迄当阵哦，每年可以有120部，就等于讲一个月会当有10部片会当出现。啊，迄当阵哦，有真侪片拢伫咧北投咧拍呢。佮加上北投这个所在足特别的，伊是有一个公园，有无？伫咧这个新北投捷运站出来，就有一个公园，大家伫遐抓宝可梦的遐嘛。对。啊，边遐拢全是旅馆，拢是温泉旅馆。附近佫有巨石，有大粒石头，会当拍武侠片，佫有庙，所以伊是一个不管你要拍什么片，伫咧遮拢会当找到所在一个足好的地点。变的景就对啊，就是实际变的景就是伫咧现场就对啊。对，啊你若要拍内景的时阵啊，就饭店遐尼济，你拢甲租嘛。吼啊内底会当拍客厅啊房间拢嘛有，啊大家拍也要困。就是通铺啊、空床啊，大家拢困做伙。啊，过顿刚起来，早顿食，糜食，佮继续拍片。啊，佮有迄个机车有无？机车迄种客灵车，会当甲你送来送去，所以是一个足方便的所在。啊，怎啊自然的发展，成做一个台语片制作的中心嘛。台语片吼，后来伊发展出真侪部共款的类型吼，其中一个就是间谍片吼。这就是咱的领导人天字第一号吼，来，两位做台语片的研究者的专家，恁两位是专家吼。这间谍片我先要甲恁考一下，这个间谍片内面上较重要是安怎？对暗号，对无？对暗号，我先问你，你爱什么花？我上爱玫瑰，玫瑰有几种？七八样3种。玫瑰会写袂？永远袂写。其实吼，这就是间谍片内面吼，两个间谍当着的时阵一定爱对暗号，吼，这一定爱对暗号啦。为什么迄个时代会出现到这个间谍片？啊，亲像我拄则讲到，为什么会讲到玫瑰？别种花唔讲，偏偏要讲玫瑰。玫瑰就是迄个国花嘛，对啊，总是比别项的花更较好嘛。啊，若讲到玫瑰就爱国嘛。哦，所以讲玫瑰有7八样3种，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安尼啦。嘿啊，啊，迄当阵除了玫瑰，还有太阳啊，啊太阳就已经落山，而且永远袂阁出来。啊，这太阳就是代表日本啊，就日本的殖民统治，就已经结束啊安尼。对。